看见你想见的人了，是不是看一眼死了也甘愿？不过这么快就让你死，也太可惜了啊！你没事吧？别追了，我知道他们在哪儿，跟我走吧。姑娘，坚持住，想想你的爹娘，还有关心你的人。娘不要我了，爹也不要我了，小凡，小凡。 我挡住他们，你救人。走。到了。 不要！想走？还不迷途知返！你们先走，你行吗？走啊！走。Fox。 啊！
于又见到你了，想不到你会说话，声音还这么好听。我有很多很多话想跟你说，可惜，对不起，小哥，对不起，当年是我骗了你，因为很多事情不知道怎么说，所以我只好装成哑巴。是我对不起你，云舒。7年了，我一直想着你。不要再说了，小哥。我，小哥，小哥，小哥，你不要再说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我常常自己想，若能在死之前再见你一面，也是好的。想不到，等我再见到你，云舒，我却舍不得离开。小哥，小哥，小哥。3番2次闯我庄门，还险些毁掉我豢养多年的神虫。臭小子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枉你一派门主，侵夺山庄，豢养邪物，真是卑劣无耻到极点。堂堂青云弟子，居然勾结魔教妖女，还拐走我庄中丫鬟，这个事情要是传出去，定会令你青云颜面扫地。林惊羽啊，林惊羽，我看你根骨尚佳，若不是做出勾结魔教这等事，他日必是你青云中流砥柱。可惜呀，人生在世，但求无愧于心。我从未与魔教勾结，心中无悔，倒是你。世间总有天理昭然，小凡既然能从这里逃出去，必然能回来，定会在你手下死去的那些无辜冤魂讨回一个公道。我看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。庄主，庄主，手下留情。庄主，今日之事，晚辈已听说，是我这师弟一时受了魔教妖女的蛊惑，色恋之婚，所以才……不要求他，给我住嘴！还嫌辱没师门名声不够吗？庄主，请暂时留我师弟一命，待我抓住那个逆徒张小凡与魔家妖女之后，再交由庄主一并处置。
茫茫浩海，漠漠山川，千古洪荒，万顷苍茫。云舒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这边看看。沿着这条路朝下走，萧哥就交给你们了。那你呢？我另有对策，你们快走吧。哎，这边！碧瑶姑娘，那青云小子弃你于不顾，你还是跟我回去吧。你的伤好些了吗，碧瑶？我没事儿。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。怎么会？我一定会去救你的。小的时候，幼仪经常告诉我，人要练就一身本领，才能让自己不受欺负。因为也许在发生危险的时候，身边的人可能并不知情，也不能及时赶到你身边来救你。人力有时而穷，人救不如自救。这句话说的没错，可是师父曾经告诉过我，如果只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的话，是很难做成大事的。在你最危险的时候，还是要相信你的伙伴。所以你就来了？是我们不好。如果不是把你当作人质，带你去了定海庄，你就不会受那么多的苦。是我的错，我一定会补救的。那如果不是因为你们，而是因为我自己乱走而被抓，那你会来救我吗？算了，正谋不两立，我明白。我当然会去救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朋友。你对每个朋友都会这么拼死相救吗？朋友有难，就算付出我的性命，我也会去救他们。不光是你，如果青羽、师兄师姐们遇到危险，我也会去救他们。不过，我总觉得我们之间有种特别的缘分。我娘说，一个人从出生开始，这个缘分就是一辈子的。一辈子的缘分。有些缘分不知从哪儿来，也不知道到哪儿去。有些人你想甩也甩不掉，就算绕了一条很远的路，你也还是会遇见他。你是说想甩掉我都甩不掉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甩掉你。前些日子找不到你，你不知道我有多着急啊。
小凡，你小时候有没有去过草庙村东边的那座山？怎么了？那你有没有随身带着一盏灯？灯？去山上砍柴的时候，下山时天都已经黑了，所以常常会备一个灯。为什么问这个？那你去过那边那个隐蔽山洞吗？去过呀，那个山洞还是我发现的。别跑！你抓不住我！以后我们经常来这里玩。好啊。小时候，我和金宇经常在里边玩。你怎么会知道那个山洞啊？小凡，我再问你一件事情，你一定要认真清楚地回答我。你在经过那个山洞的时候，有没有往里面扔东西啊？扔东西？不记得了。有没有人啊？今天太黑了，我下不来。我给你个包子吃，我明天来看你啊。哦，对了，我第一次发现那个山洞的时候，好像有一只受伤的兔子在里边。
叔，云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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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别喊了，周围全是长生堂的人，你这样会把追兵都引来的。是啊，司徒兄，他能引灵力救你，一定不是普通人，或许是修仙同道。我觉得你们有缘的话，一定能再见的。哼！我知道她是海里的仙女，终有一日，她会离开的。7年又7年，都已经过了14年。14年前，我就是在这里第一次遇见了云舒。云舒她不能开口说话，问她什么事，她就只会摇头，笑。我替她编了一个身份，说她遭遇了海难，无家可归。爹娘便收留了她，也一直都很喜欢她。哇，好漂亮啊！我才知道，原来你叫云舒啊！我以为爹娘视她为女儿，可就在我恳求他们要娶云舒为妻的时候，却遭到了他们断然的拒绝。什么混账东西！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啊！你要气死我呀你！你怎么能跟来历不明的人成婚呢？后来爹的病越来越重，眼看着身体一日不如一日。这个时候，庄中来了一位号称游历世间、修炼长生的医者，就是玉阳子。老庄主，实不相瞒，您的病非常重，
恐怕在下也无能为力啊。你一定得帮帮我呀！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不如咱们就来个冲喜这么一事。您让您的孩子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子。爹，我真的不能答应这门亲事。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为了给爹冲喜，我只好答应了这门亲事。海啸过后再醒来时，我已经身在水牢。玉阳子告诉我，海啸淹没了整个定海庄，我的父母还有家人全部都已经死了。让我识相一点，告诉他宝藏的下落。宝藏？传说定海山庄有一件不世出的宝物，任何人只要是得到了它，就能得到无穷的力量。想必你们也是来找天书的吧？天书关联重大，如果被魔教的人拿到，的话，一定会生灵涂炭。我和师兄奉师门之命前来，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。我相信你们不是坏人，否则也不能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我。只是实不相瞒，我也不知道天书在哪里，甚至不确定他是否在定海庄。我们司徒一族世代居住于此已逾1000年，传说千载之前，云游海外的仙人曾在这里驻足。仙人感念我司徒先祖相助之恩，授予一颗定海珠，以保我山庄不被海浪的侵害。同时，留下的那件宝藏，每隔100年，当金木水火土碧瑶跳崖。那司徒萧和张小凡呢？我在弟子们方圆10里找了1夜，没有他们的行踪。鬼王宗方面如何？毫无动静。看来这件事情不会就这么简单，里面一定有诈。属下也这么觉得。只是如今敌暗我明，司徒萧更是熟悉山情，万一回来蛊惑人心，实在是防不胜防。我料他不会甘心，一定会回来。我们不是还有一个林惊羽在手上吗？你按照我的吩咐去办。
冲上去，那只会把鬼王宗的弟子还有幽医给引出来吧？不行，万一逃跑一个向玉阳子报信，那就糟糕了。况且你伤势未愈，司徒兄又求见多年，我们都不适合正面迎敌。那怎么办呀？我们3个弱病残，肯定没有胜算呢。两位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只是一旦鬼王宗和玉阳子的人刀兵相见，定会影响我山庄里的百姓，远非我的本意。这些我都明白。走，我有个办法。哎，去哪儿？跟我来。你说的好办法就是钻这个洞啊！这是之前我跟鲸羽追踪青龙的行踪时发现的。鲸羽怎么样了？有萧师兄在，玉阳子多半不敢与青云为敌，他会把鲸羽扣下来当人质，暂时不会有危险。对了，司徒兄，这个庄里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没人的，可以暂时用作容身？我小时候经常到别院去玩，这么多年了，希望那里没有人。好，走吧。走吧。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我现在实在是想不出办法了。你们呢？你们要是都没有办法，要不咱们等天黑了再前进去。有人，走。内力衰竭，需要一段时间调理。玉阳子豢养的那些邪物一旦沾上，就如同复古之躯。幸好你们相救及时，再晚一些的话，经脉就会受损。什么内力衰竭呀，大哥你净吓唬我！我觉得我休息几日就好了。你还想做什么？少庄主。实不相瞒，在下前来本意是抢你的东西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这话总得说开。你们俱是没有法力的平凡之人，赶走了一个玉阳子，消息一旦传开，就有很多人还会来。所以你不妨先想清楚。我已经想过了，张兄弟救我。我有办法了。孟兄，这是打算将我禁足了吗？庄主只是不想贵派再被卷进来，为了避嫌，还请您在客栈多等一段时间。我之前已经向庄主解释过，庄主也答应我，可以在庄内自由走动。您这话什么意思？觉得我是是非不分？包庇同门吗？萧少侠，请别误会，这也是庄主的好意，他是怕您为难。毕竟交起手来，您帮哪边都不好。待我们抓到人，再请您来府上。
少侠，早点休息。那我就多谢庄主的好意。唉，小心人没抓着，庄主就先丢了性命。也罢，先让你们斗着。庄主已命我在客栈布下结界，外面的人闯不进来，里面的人也别想出去。你们好生看管，别让他跑了。是。各位父老乡亲们，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，最近我们这定海庄着实不太平，魔教大举侵犯。虽然我手下侍卫奋力抵抗，但还是把各位牵扯到了这场斗争之中，实在是万分抱歉。没有，庄主是你保护了我们。对啊，谢谢庄主。你们不要相信他，他也是魔教的。说八道什么呀？好一个恶人先告状！诸位，这位青云弟子与鬼王宗人沆瀣一气，引狼入室，意图与魔教里应外合。先是回我府中防御，再是杀我府中侍卫，实在是死有余辜。你们不要相信他！你们还记得你们的少庄主司徒萧吗？你害死老庄主，囚禁少庄主司徒萧，在地下你豢养魔物，实在是天理难容。少庄主故去已经多年，鬼王宗最擅长易容之术，把别人幻化成为少庄主，为了就是煽动你们。如果不信，我证明给你们看。少庄主，你们是否觉得这位就是你们的少庄主？是啊，就是啊。假的。谁呀？怎么回事？看清楚没有？他是你们的少庄主吗？不是。谁呀？带下去。诸位，堂堂青云弟子和鬼王宗串通，把人伪装成少庄主，所以各位，以后再见到刚才的面孔，一定要及时通知我们。大家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，真正的少庄主故去已有多年，逝者已去，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完成老庄主的遗愿，好好保护我们的定海庄。对，打死他！滚出去！打死他！滚出去！终于来了，等你们到现在。看好林君玉，别让他逃了。是谁？是谁在召唤我？我被你害死了那么多年，没想到还有人将我从地底召唤出来。何方妖孽，速速现身！玉阳子，你这恶贼，谋我山庄，杀我亲人，还以一场蓄意制造海啸，害死了那么多无辜百姓，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！玉阳子，你不得好死！想要我命，
恐怕没那么容易。玉阳子，大家不要跑，别跑！大柱，大柱，上次我们一起出海，你为了捕鱼掉进了海里，是我救了你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，少庄主，原来你没死啊！对，大家不要跑，少庄主没死，真的是少庄主。是的，我没死，真的是我。玉阳子，你这个罪魁祸首的恶人，驱逐他们，还我山庄！对，打他们，打！只是中了些毒烟，没什么大碍。真的没什么大碍吗？小凡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可惜让玉阳子他们逃跑了。司徒少庄主已经夺回了山庄，你不必再担心了。可是那个血虫，玉阳子重伤，那血虫也不见了，想必是被长生堂其他弟子带走了。你们先回去歇歇吧，小凡由我来照顾。你说什么？他有什么事，有我在，不需要你们担心。如此甚好。既然司徒萧已夺回山庄，你们二位也没事，碧瑶，我们走吧。碧瑶，小凡，我让他们走，是不想再卷入鬼王宗的事。如果萧师兄知道的话，我们便会有麻烦。我明白。我只是在想，那个血虫，我以前好像在哪儿见过。红色的眼睛，在哪儿见过？还不止一次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血虫跟年老大和毒神养的血虫是一样的。你也猜到了吧？玉阳子豢养的血虫与兽神之血有关，此事关系到我派的安危，不可以向他人提及，多生事端。你那么关心他们，我看那个林惊羽并不是很领情啊。至于那个张小凡，也不一定会念你的好，将定海庄天书交于你呀。别忘了，他们始终是青云的人。
师傅，你吞了血虫。少庄主将定海珠借我们用用，等事成之后，我们定当完璧奉还。实不相瞒，在下也不知道定海珠在哪儿。少庄主好心机，看来先前所说的话俱是欺瞒我们。大哥，你就别问了，人家之前就说过了，他被关了这么久，一时很难想起来定海珠的下落。那他在关之前将定海珠放在哪里了？我看他是故意推诿，存心欺瞒。青龙，你不要太嚣张，我们之间的事情还没有算清楚。算什么？算你们所谓正道弟子利用我们鬼王宗对付玉阳子？算你们在万福谷窟害小凡中了邪力，差点几次送了性命。林惊羽，行了，别吵了。靖宇，我的事情回去再说。碧昂，少庄主的伤刚刚才好，他还要重整山庄。即便要找到定海珠，可不可以让他休息几日啊？你是怪我咄咄逼人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即便找不到定海珠在哪里，我们也会帮助少庄主，绝不容许你们魔教插手此事。哼，就凭你？大家稍安勿躁，千万不要动手。以定海珠为谢，于情于理，在下这就去找。那找到之后，交给谁？交给他们两个。我相信，到时候大家一定会商量出一个办法。这个玉阳子没有回来，他一定也猜到，只要他跑，我们就可能跟鬼王宗开战，这样，他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。就算如他所料，我们也得尽快找到定海珠啊！我希望永远都不要找到才好，这样我就不用跟碧瑶为敌了。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，鬼王是不可能会放弃天书的。小凡，如果司徒萧找到定海珠以后，交给了你和碧瑶，碧瑶问你要，你会给他吗？当然不会。你放心吧，我什么时候分不清人情和大义了？我相信你。可是每当我想起滴血洞祭坛上神兽复活的那一刻，仿佛可以吞灭世间一切的那种可怕的力量，每当想起，都会不寒而栗。我也记得。不过我相信碧瑶也不希望他爹拿到天书，复活兽神的。但愿能如你所言。我相信的。碧瑶，就因为他们两个，你一再忍让，你这样让我们怎么办事？这次暂且不说你胳膊肘朝外拐，万一出了什么差错，你让我和幽姨怎么向你爹交代？青龙大哥，对不起。可是张小凡他们帮过我很多次，张小凡有一句话说得很对，
人心没有正魔，只有善恶。所以呢，就因为这一句话，你便觉得正道和我们能两立，能够融洽相处吗？碧瑶，你从小性格倔强，认定的事儿怎么劝都劝不回来，这我知道。但是我现在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。你喜欢上张小凡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青龙大哥，你别胡思乱想了。张小凡他们只是救过我很多次，对我有恩。想报恩？难道不是让他取出天书后，以免他再受到危险吗？要报恩，难道不是让他离开你，越远越好，以免他再被卷进来吗？碧瑶，你娘为什么死，你还记得吗？你爹闭关养伤之时，我们鬼王宗安守胡岐山，为什么会遭到正道各派的围攻？人心不分正魔，那么我们的弟子和家眷们为什么会死伤大半？以至于遭到炼血堂落井下石，害得你娘无辜惨死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你还记得吗？你不杀别人，别人就会来杀你。你爹苦苦找寻天书下落，壮大鬼王宗，正因为不想再发生这样的悲剧。碧瑶，你顾念情谊，可青云门不会。在他们眼里，你永远都是魔教妖女。定海珠的事，你自己想清楚吧。师傅，怎么样了？重伤让我的修为损耗过半，必须吞噬血虫，补充内力。但是这血虫本身邪性极重，必须尽快赶回去，找到天书，与之力量融合，才能将其控制。不然的话，恐被血虫反噬控制。方才留在庄内的密探传来消息，司徒萧还没找到定海珠，不过青云门和鬼王宗已经快打起来了。果然如此，盯紧司徒萧，我们杀回去。是。我把我的心都放在里面了，带着它，我们一生一世都会在一起。我想起来了，定海珠在我给云舒的配饰里面，只是不知道云舒把它藏在了哪里。我希望你还是不要找他的好。
最危险的地方，就是最安全的。都会引起风波。小芬兄弟，你就别再推辞了。我相信只有你，才能妥善处理此事。那玉阳子着实可恶，竟用结界将我软禁。靖远还好有你救我，只是现在事态未明，那玉阳子有狼子野心，竟然会卷土重来。师兄说的是，那玉阳子一心想要得到定海珠，苦心谋划了这么久，定然不会轻易放弃。我们现在接下来怎么做？去找小凡，看他有什么安排。靖宇，一路走来，你和小凡的所作所为，师兄都看在眼里。你们这次险些送命，全是拜那个魔教妖女碧瑶所赐。正谋势不两立，你们要是再让我知道你们和她有什么纠缠不清的话，就不要怪我这个做师兄的不顾念师门情谊，如实禀报师门。你身为戒律堂的首徒，你应该知道事情的严重性。师兄，当时局势危急，小凡不得不与鬼王宗的人联手，共御强敌。如今玉阳子已经败走，小凡已经不会和他们有什么牵扯了。我想来想去，也只有一个法子。师兄说的是定海珠？若是我们能带着定海珠回去，也算是一件将功补过的事。小凡与你亲近一些，我的话他未必听。也只有你能劝劝他了，离开那个魔教妖女，回归正道。碧瑶，正魔殊途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，免得害你在师门面前无法交代。正魔殊途这句话，你已经说了好多次了，还不是你们家林金羽天天挂在嘴边？你以为我想说呀？叫你来，有件东西要给你。你找到了？那你真的愿意给我吗？这东西本来就是属于你们的。怎么了？不想要？那给我好了。
你从哪里拿到这个的？从玉阳子那儿拿到的。哦，那定海珠呢？你拿到了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又不会说谎，你不说话，那肯定就是拿到了呀。对不起，我也不能把天书交给你。你以为我拿这个是为什么呀？还不是为了取出你体内的天书。我费这么大的心思，为了这个事儿，我爹也骂我，青龙大哥也骂我。对不起啊，碧瑶。不过这件事情我不能让步，其他事情都可以商量，但是天书我绝对不能给你们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爹要拿它复活兽身。那你哪怕连性命都可以不要吗？把定海珠交出来！小凡，妖女，快放了我师弟！交出来！快点交出来！交出来啊！找到定海珠了。我不会给你的。我说了，他不会交给你。小凡，没事吧？魔教妖人终究是无情无义之辈。这个东西还是交给你吧，别再给任何人了。既然你不要，这个东西也不能落在贼人手里。不如就将它毁了吧。云舒啊，你在我身边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在一起。可等我们能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又不在了。我不知道你从什么地方来，但是我知道。你一定去了你的故乡。虽然你从来都没有说过，但是我知道，你心里一定是怪我的，
怪我没能够跟你一起远走高飞。可是我不能这么做。定海庄，它是我的责任。就让他代替我去找到你，不管他能不能到你的面前。得来全不费功夫。靖远，你怎么样？没事。怎么突然失去法力了？应该是天书，他们应该找到天书了。刚才发光的东西应该就是天书，这个天书应该就在这个庄里面。走。怎么没有法力了？师傅，庄内不知道为什么所有法术全都不能用了。原来埋天书之人还留了一手。哼，好，既然这样，我就陪你玩到底。
见到金羽跟小凡了吗？我怎么会知道？那玉阳子不知施了什么法术，我们先找到他们再说吧。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到底怎么回事？七星连珠，你没找到天书，被玉阳子先找到了。天书出现会出现禁法区，怎么不早说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我们定海庄的人又不会法术，看来天书还没被他们拿到。他知道我们在这山庄里，一旦得手，肯定会赶紧离开，以免再多生事端。而且禁法区还在，他肯定是被什么拦住了。我们还有可能。走。天书一出现，山庄之内全部禁法，想必是当年埋天书之人设下了禁制，为的是不想让人轻易的得到它。看来，只有定海庄的传人，才能利用定海珠，打开这个流星湖。那咱们还得去找司徒萧。司徒萧这个硬骨头，关了他整整7年，都没有交出定海珠，抓他干什么？我已经想好了。如果带不走天书，咱们就在这里催化血虫，利用定海珠，借助天书之力，驱动本门的太阴血阵，将血虫之力重新融合，增强你我功力。赶紧吩咐下去。是。等等，山庄中还有不少身负修为之人，我们只要抓住其中的一个，就可以把其余的人吸引到这血阵之中。然后一次性吸干他们的血。碧阳，走。等等，你看看那些士兵的眼睛，是红色的。在于都的时候，那些中蛊的老百姓的眼睛也是红色的。如果他们能释放那种血虫的话，山庄周围的百姓可就危险了。我们不要轻举妄动。玉阳子，我不会让你拿到天书的。等我完成身体的转化，再得天书，易如反掌。等待12个时辰之后，就用你的生命来祭祀这血虫吧。原来你们想用兽神之血施以邪术，不过黑心老人和年老大的下场你都看到了吧？这也是你的下场。哦，是吗？还是先看看你们的下场吧。张小凡、林惊羽、青龙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！我知道你们都在庄内，明日午时之前，若不乖乖现身，就拿碧瑶的血来祭祀这太阴血阵。
青云弟子和魔教妖女之间这般同生共死的深情，着实令人感动。小凡，珍惜所剩无几的时间，好好作伴吧。